有冇諗過 iPhone 都可以出到富士嘅菲林模擬顏色呢？咁我今日咧就會教大家點樣將富士嘅 Lux 套入呢部 iPhone 入面，等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富士嘅色彩。首先我哋就去下面連結 download 啲 Lux 啦，我哋就去 App Store 裝翻 Blackmagic Camera App， 打開個 setting， 向下面碌咧就會見到 Lux Manager 噶啦。撳入去之後就可以 Import Lux， 揀翻我哋啱啱 download 翻嚟嘅 file， 再撳開啟。咁就安裝完成噶啦，即刻同大家試一下先。撳呢粒掣，見到藍色咧就代表直接將個 Lux 套入個影片入面噶啦。想知道更多關於攝影嘅資訊，就記住 follow 我哋裝備波啦。